時間過得真係快啊！一過完年，食埋個端午粽咧，就等食月餅啦。食完月餅咧，又等過年咯喎。年關難過，年年過，好快脆又一年啦。如果經濟條件允許嘅情況底下咧，趁後生多啲去享受，唔好等退休先至去吃喝玩樂。嗰陣時快樂全部打晒折噶啦。我依家咧就已經30幾歲噶啦，喺屋企嘅頂梁柱，肩上嘅責任咧就越嚟越多啦。依家就要摩托車行買19歲想買嘅頭盔，去25歲想去嘅新疆，快樂已經係唔一樣噶啦。人生咧其實非常之短嘅，唔係每一個人咧都可以捱到8、90歲。咁就算真係長壽咯，老氣都會比較辛苦，身體喺度行下坡路啦，病痛都會揾上門。咁真正可以盡情吃喝玩樂嘅時候咧，滿打滿算都係20、30年。唔好成日咁着緊人哋嘅眼光，亦都唔好俾房啊、車啊、有冇存款呢啲嘢困住自己。想食就食，想學就學，多啲陪身邊重要嘅人，多啲出去睇世界啊！人生就那麼一次，應該好好去體驗生活嘅本身。